跳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生年，他用这一生以内世界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。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。嘅故乡原来在佢的心中，突然之间，嘅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路，传到亚尾，嘅远方的故乡。响起，同爱讲爱的客家人，远方的故乡，嘅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路，传到亚尾。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讲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乡。这两本书本来都係乜嘅意思？這是唔對啊！唔對啊！嗱唔對，唔使講冇愛談啊！啊，莫分對片，同鄉之分哈！可能啊，不過。我感覺貧賤夫妻不我感同。啊，唔攞我看對片咯，但係明明沒有從下面接的就會，唔係啊，反正我看你講啊，本來呢係聽係識苦嘅咯。你當年我親愛能力，日本幸福啊！你相信我。只要我通過每步考試，一大整年咯，我不用我錢呢，到時間，我一定可以幫你幸福，我絕對可以幫你幸福。
妹啦。好呀。佢同係同樣相鄰啦，面同係面，姊妹妹啦。係記得讓我下啦，同我係想記得啦吼，從禮服同鄉結婚，唔係係咪學也樣嘅？結婚呢種事情，你做得好騙人嘅喏。同個時代冇同樣嘅，唔能說才有幸福。用人連妹妹，你兩世也開始做合法嘅功夫嘅，恭喜！恭喜！多謝哦。出丑了。妈，迄趟先生倒来桂芳，吹。哦。喂，桂芬啊，冇啦，甲汉爷老妹哦都顺便，无方便讲电话。嘿，娘诶，你下倒几片搞得好冇？得片哦，佢出去的啦。嘿，好啦，好，先安尼啦哈。好，再见。啊，没有考试哎，很多在做嘛呢？甲迄摆打电话来，迄咩几分子？做嘛几分子啊？我唔记。妈，你都在同几分子啊？有嘛事情，迄阵唔得本来就伫的。唔去读书，按好管骗人还是做嘛呢？妈，我迄也妹呢？我早起上我伫几分子啊？让我一下伫面过，落旁总会强啊！妈，你做嘛常常在屁股讲几分子？讲啊，讲清楚！我跟你讲哦，假使你这年纪都养在屁股好的话，你就无到改面前讲起几分的命的对吗？吼，我从来无看我唱啊，唔讲脸人呢。几分子啊？打电话回来。唔是迄个啦，已经挂天发的。阿妈，你给他天发号码，迄我地方，还可以弄天数哦。唔用诶。唔是诶，以后本来做就本来，咱莫讲连几份打电话过来拢无本来接。干你就吵啊！你用了没有吵一下拖你出来？唔讲白嘛意思啊？有想过，就算爱你讲无法，也喺讲一日见到见，还要做得地多嘛？
记讲啊，莫记，莫记。现在就好，阿公阿公搞我上来做自在。那你是双年啊？我撞的本来就是双年啦。唔是脏的，差唔多的。 你是谁啦？所以有事哦，奶奶父亲哦。哎，奶奶哦，我同我讲好，下次哦，什么可以？媽，你喺入地嘅人啊，下足個有用啊！發生啦，發生啦！係先啊，係先。唔要你講蘇東強啦。迄一個走出來，可能嚇到我呢，係烏叉叉，係如話一個答應人啊，講下晝會送波，但你也無波都好用掉咩啊？休息去，你这些过这片好朋友呢？你的娘啥？转了空洞来哦。那没个意思啦。我拢讲阿姐。等下啦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。都在發生咩事情啊？你見到愛人啊？嘿，特別唔參與啊？哦，一係唔同人嘛，真假咧？ 幾種人哦？你唔使一個人嘛？都在發生咩事情啊？你有見到愛人啊？迄年嘛，同買體，你情況都有點像嘛？哈？阿姨有可能要同買體啦？好，唔用我人哦，我用我同講到來親啦，那天傾講條。等下啦，你同爸講清楚。 哪有你發生咩事情啊？不然欠多少人？幾份錢啊，咁唔旁準啊，也件事情哦。阿媽記得冇半滴，佢阿兄啊，唔是都講啦，按年點哈。呢件事情啊，我同阿爸都知咧啦。係喎，我爸兄啊，冇到地片啊，條錢啊，同講翻嚟。你爸都知？係啊。原來伊呢做得咁好誒，阿媽實在太過分嘅啦，竟然嚟炒成幾份錢用地片講。無清楚啊，嗰幾份哦，只有中意阿彭先生啊。唔係啦，我想哦，幾份唔係啲係做緊人啊，從細哦，我都知啊，幾份哦，要同地片結婚啊。哎呦，我啲唔知用慢講嘅啦，我按人講咩唔錯，按人講咩唔錯，我啲唔知用講嘅啦。唔用啊，冇用啊。幾房？ 會上條街哦。條街娘啊，那啲原本幾分離開啊，係有苦衷的啊。
其实没做要同生意讲啊，你骗人的生意咯，我唔敢讲啊，特别係我来的呢。伊迄地讲几分离开啊，迄伊味道也十家，我想叫我了解啊。我唔免受得皮，我迄件几分叫我后悔。我同强阳看见人台的几分对德平的感情，我也了解。我最少的啊，就是记迄趟到德平的伤拄唔掉，归来的话，咁样我用的同孙人交代喏。你放心啦，看佢庞先生吼，迄个好人啊，佢对贵妇啊应该要我几好啊。对啊，拜师哦，都亲好拜，奶奶喊迄冇办法好结亲家。我安尼讲吼，我说欠了哈，我同父孙啊，都要用福钱带贵生人了。我感觉安尼还没一家人呢。唉，奶奶个意思啦。好啦，弟啦，是讲啊吼，贵份几片啊，咁全部做安排好势。就等阵来同钱飞入来，安尼就做得无害。是讲啊，条件哟，因恁啊吼做自在做贵生意的呢，佮也怪做民宿，唔想来恁敢做会来嘿。唔放心啦，我问过用研过的，佢讲你喺民宿啊，行情改好，奶奶哦，你来投入做实做看来。迄讲有人来迄个话，安样对奶奶的自在收入，乜个有帮助啊？我看得片啊，最起安样反常，我改时候佢会做出某个对不起自家的事情来。弟弟们，拿一两两包出了。快点拿出来。对啊，拿一的哦。用眼过，几分的钱飞来的，奶奶不卡，又要重新开始。挂号哦，挂号哦，永远挂号哦。哎，挂号。好来，倒车啊！慢行啊，倒车。姑娘，姑娘，都要他喊可以用啊。听下这个条件，你莫再付钱啊！啊，因为咁講啊，是大鬼幸運，今年我做到唔滿，咁唔過，我無希望你就是希人嘅好朋友啊。唔要緊呀，唔早死人嚟心眼，當然我以地道講下你兩沙，係對些多太啲好朋友嘅時節，因為感覺可能係真快先。講開嘛，
有地方还有事情要做啦。有呢。虽然讲我唔表读嘛，但我个还恭喜，你总算可以拿成家立业，还退过。哦，冇事啊，给送新的啦。你是用的喏，有事啊？阿爸，给送埋讲，迄都没有你给续费。啊？嘿啊！假使你最近吃到佢冇茶，冇通来，我讲问你好冇？啊，真嘅呢有样哦！哎呀，用人啊，唔相同嘅啊，唔愿意结婚嚟咩？係啦，嗰個結婚哦，又唔是就攀攀的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哦。结婚的啊。夜烟风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好吃饭嘞？哎呀，哇，用诶！喏，工作都安添哦，吞补一下嘞。哎呀，中意啊，滚！不是啦。来，谢谢。我今日都天吼拄到去诶，为啥？来，用年过食的啊。听讲迄都苗栗加过来诶，头摆每家哦种茶诶。好，头摆种茶，甲一下伊来种烟草，啊，咁咪差唔多。各位使忙哦，看佢生日吼，一样无限七彩。用年个做得偷到暗好去食诶，改好哦。一样对你就冇安全。我个意思迄暗好食诶，小就付唔差咧。姨妈呀，敢唔会比你搁差哈？你看呐，杜思安他也有下田去做事哦。讲起来吼，啊，即家就感觉讲他对唔起哦。反正我做得安样讲咯，我上班啊，天拢个说当然很爱做啊。佮讲，也毋是安尼多一个人吃饭嘞，多一份收入，多一个保障啊。你有爱讲的哦，安尼啦，听讲你吼，下班以后啊，下田的事情吼，我还去做就好了啦。无要紧啦，还有几啊张嘢嘞。你下轻松要的哦，我家家通过圣诞教师，安样爱能收入就会较多，上班没办好过。天这行我做完嘅。入社會啦！呀，咁樣下班呢？用嘢做，唔難依奶啊？哦，要同阿姐吼，我接奶奶呀。哦，10個月啊6個月啦。有來迄度禮拜哈？冇事講了這麼幹。佢夾掉誒，你是唔是冇等你？好啦，姨媽，
来得吼，先行哈。啥生意哦？好啦，先行哈。妈，还没等爸爸通过考试，奶奶就做的唔是夏天，同人家天数做事，奶奶没在买，我都拜。嘿呀，都是哦，奶奶就唔是行路鬼气的呀。妈，他家对位呢，用眼高都看，定系得鬼气，他家对位啦。我喊爸爸。唔该红的呀，他家对位。我拢用同来讲，唔跳摆，同玉父兄嘅林永言係好朋友。你用嘅一下，你用啥就冇來往啊？你同你家咩讀書時哈？我咁麼解？哎，有人呐，那你送来归来又走出去，你俺不条翻路模式，你是依赖咯？要同朋友讲事情啊。哎，对了，我都会有人放喺天波。幼年，是公嘛？阿爸，是水果。淑菲啊，你同有人讲一下。冇俾伊睇老闆嚟走來走去，那有人講你啱冇睇到翻都冇睇到卡士咧咯。問題係人工唔用。爸，我同你講，阿爸。哎，用人啊！已經做阿爸年，關你班頭牆點頭見樣，搶生意嚟搶樣啊！啊！阿爸，你媽吼，等下再罵，你下天波啊？罵佢。迄講啊啦，佢來要天台呐，佢講哦，我聽一萬幾自殺誒。不可以啊！一萬幾嘅自殺，唔咩100幾哦？爸，迄幾啊40人啊，免兩責啊。阿爸，用係冇？俺冇事，哦有人啦，搶啊！你同以前那個老師傅啊，從嗰陣潛過來，嗱你自殺有希望誒！哎呦，真勁氣哦！也就係蛤蟆跌到陳部長已經水漫出頭天呢。哎呦，按當年呢，總算不挨人攻擊啊！等到開機3日嘅人熱，哎呀，真好呀！爸，啊？是你弟啊？好。幼年哥，奶奶回來咧。仔哦，你是哪人哦？永遠睇下我很多日行哦。以前我在看我們。哦。幼年哥，你要翻車正屁好嘛？我咩係冇行啊？我係爸爸。好呐，唔講佢啊，你邊都冇睇冇細了。冇要緊啦，咁買啥你個運叫我按好嘅冇係唔愛，啊？係你想哦，你可能潛意識啊，你愛食嘅呢。你話睇嘅，我沒有同媽媽講要加分。你看，喺度回來啊！你回來啊？你有冇回來呢？哎呦，最後跟員工醫用眼膏啊，突然間打電話來啦，講哦，佢這邊一筆天台是有人數啦，無算哦，想都冇想，火車票買好，就帶人年歸來呀。做啥誒？談講明天一番期呢？東陽哥，第二件事情。表啊，快些哦，唔定你都歸來啦。
整理就冇整理在房间。他看爱的话哈，提讲伊带你人买身体。哎呦，唔是啦，条工哟，安尼吼都几好的啊。迄因为富孙啊，管了几耐啦，古说哦连大天妈时间出没。哎呦，条工哟，唔放心啦，下年吼内出水得啦，阴山无限啦。无向我条工用的啦，我加入来时节啦，用风险就输起来的，我那起码该条工用咯。係吧？李叔吼很好以為啦，富孫啊，迄一直都要天天都調家出事的呢。伊哦，唔止迄富孫的師傅，還那像哦，迄富孫的阿爸。古說吼也好，不管用福險邊乜個用的，我哋最些時節吼，係你講我哋係用福險的人啊。玉橋啊，你了經驗呢，過了好嘛？哎呦，哪有幾好呢？迄富孫啊，蠻耐迄大人講啦。應該兩隻愛就天天伊甩講了啊！哎，出來啊米弄啊，自在做到較好，咩無效啊？你好好咧，一番期的自在，富順個孫兒哦，用會到的啦。是講啊，老頭家哦吼，迄有技術的話吼，無清楚哦，佮天單吼做迄個練的哦，乃練的都佮眼光見咯。唔對哦，以前哦，我哋嘅用福興哦，幾有名的呢。用眼個夾不開又演了，古說自在爭取繼續做下去啊！你下講兩嘛無效，再逢講哦也過去的啦。我同用眼個改面命啊！毋過哦，唔能天天哦做家的生意食飯呢，佮調家薪水唔能夠哪用。最近哦，大家都要執營業的啊，俺嘛去田通哦，同人天數。村頭的人發錢，你哋行過會去啦。哎呦，講來講去啊吼，最大爽的啊，做調家嘅好事呢啦。我日本啊，無得發明嘅刺痛茶做嘛嘅？刺痛茶係改防片啊。哎呦，刺痛茶又嘛個好啦，一時嘅感情出沒。想到嗰時節啊，富順哦，最用要自在，同我同意我啦。你唱嘅呐？對蘋果唔會唱啊！哎呦，對片啊，我養生咯。幾分？你係咪欺負得片？冇啊，我後邊講阿爸愛吐。對片啊，同講哦，爸爸同我吼，全部都輸過哦，調價係調價用嘅恩情，佢說海辦我談幾分手機嘅發點嘛。玉姐，你下他家都窮樣。無萬人比萬人較尊貴的啦，他家免費到三床頭嘅落實，我用同我計較嘅話，我就欠了。多謝調工用啦。德平，你喺房間看阿爸愛吐嘛？德平，行啦。去打工啊，真係無人比得到呢。那比得到你那蹦炸過的功夫咯。哎，富順啊，你下擺弄嗰啲啊，按有勇氣歸來做啥呀？唔會笑我講，到時間有一萬幾，係全部做起嘅時間，要歸到當初時咁樣，馬個動手都冇嘅。也很多年啦，我帶你玉橋去帶片，去台中廟裡去做戲，還有做公田。我將明白講吼，做田唔驚死，做兵唔驚死也起碼喺土裡。講真的哦，我上來做自在，肯定係真係要做。唉，嘿喏，對自家要求太高嘅關係啦。沒有，永遠哥，我講係真的呢。人講啊，行上行下，唔當米農山下，只有米農，只有用福氣，真係咬不卡。假使當初唔係因為每本添麻煩的話，我做出幾來。富順啊，
要不然就安心咧，喺下来哈。要不佢所有嘅东西啊，唔凊彩用啦，冇同佢客氣呢。要不冇驚等歸來，除非哦，唔係唔下去，係冇吼，係是切腿唔會奔走哦，啊？永元哥，你真的夢想得繼續做雜？就算係想啊，你敢嘛每天幫我寄飛啊？唔使客氣啊，坐啦坐啦。一係吼，兩擺轉落來嘅，因為你哦，你愛叫寧哥特別搶回來，未想破本你們哦，客氣吃唔看咧。婆孫啊，婆孫啊，哎呀婆孫，哎呀來啊，哎婆孫，一擺唔肯回來啊，通用人啊聽說啊，安尼都親好啊嚇。錯啊，竟然哦，一朝天大啊，阿爸哦。嚴肅愛請到你呢，講哦，你一件事情哦，一聽到人就聽數啦。係啦係啦係。我咩改叫無人歡喜過嘅，我只係冇嚟講哦，係唔係真嘅咧？永元哥，咁只唔愛得幾飛啊？冇啦，佢騙人哦，本來得幾飛啦。先莫講吼，經驗講機，如果材料食了一般幾量喎，唔過吼，回到大家將來哦，佢表面吼，咩食下做，做嘛？係啊係啊係啊。但是人家敢冇想到要請永元哥，向我來聽數。永元，這個係咪同我講啊？永元無限哈。有点，要快就快，要快一点！哎呦，你该做饭喽。還是等於，因為時間當緊，路上我只有請你，我想拜託你，同我聽書多些。你講嘛？我想拜託你同我聽書，不過你最後硬是要給聽，假使我要想到密碼俾你搶走，我把要俾我拖小費，我可能硬是要小費。我是在等。我慘咯！馬該，我同工作辭退了。我冇簡單，但爭取到內部審定嘅考試機會，我安尼就不用去啊。參詳就唔同嘅參詳。係就啲啊講，
你听我支持爱家庭。该支持。其实唔对啦，我从来就冇想到讲有一日吼，我做得可以归来做杂的。也哦，唔是社会哦，只要讲俺多做一些，迄个咱生意出生以后啊，所有的费用绝对就冇问题的呢。还有，永燕哥。不管你做嘛个家庭，我就会支持。青春有的是，我欢喜。生意条啊咧吼，该落做个啊，可能啊，拢3年来最后免动作哦。对不啦？两个，也做咧做杂对吧？好孙啊，呀就还蛮快事哦。哎，龙亮，你上来好黑没啊？看你吼，阿叔啊，全部手艺全部搞不难。等到阿叔去落的时间，我唔好讲。嘿，永远哥，你个刘医师的高温头讲用个都市来唔能差。哎，你妈呀！大哥，我哋家本年下田做车，你真无限到比下田更加辛苦。唔好辛苦啦，连尾爱去拜天书做自在。嘿，冇要紧啊，我都是张很有叫高温做的啊。睇下無限啊！哎，永遠個，有一姜啊，都好啦。哦，你排天單哦，就算有什麼都市嘅生意做電路啊。永燕哥，多謝。我喺樣講，應該吼，希望有咁出睇價啦。佢從貨順吼，飛到捱啊，佢講條無做啦，做台長吼。趕鬼來，當然啦，係容易啊！香港飛到捱嗬，佢條詞聽，唉，一擺嗬，除咗種天單以外嗬，有時冇買東西哦，做件太假。唔好安尼講啦，因為我哋全部嗬，咱可以睇下照片啊。啊，部門你都唔想到講啊。我哋有福氣，還可以個送錢快啲無？哎呀，講真的，永遠哥，同樣嘅福哦，啊有福氣哦，佢叫冇人鬧嘢咧。係啦，對面妹嗬，講來嘅嗬，更相信有福氣哦，一天哦比條擺嗬旺啦。係唔啲呢？那麼我希望做得將來嘅，咁樣永遠哥就是搞佢做自在。媽。我咪出去做啊！爸，趕快做自在。什麼人好人做嘛自在？貴芬啊，你想先好不自在啊？哈，所以天數飲同油脂。好。害怕去哈，參加我用上同油啊。特別，那你來去。好，先點啊！蘋果，迄葉片，你通過分之個高興，剛來，同嘢飛來，我都來啊！你喂，捱鬼嚟咧！
伊喊我伤心。唔管是安怎，甲我讲，来甲因啦！叫同样爸爸讲，我会读书。今夜夜光。你我看天夜。